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2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第20节到第6节，阿摩司书第8章第4节到12节，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1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减收，也是加收啦吼。伫11月15日周报中间，牧师也捌分享类似的经文信息，所引起的问题。那圣经讲，加种的就会加收，少种的就会少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毋是会伤过功利主义呢？这是基督信仰的目标吗？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1节到第15节的经文的教导到底是甚么款的意思？种较济就会当加收，伫圣经内底的应允，这个是出伫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6节的经文。伫这个所在，保罗用这个农经的这个作为来做譬喻，伊来引用当初时的俗语来所讲的。伫和合本的翻译加上这个引号，就是讲所讲的并毋是若亲像农业生产的概念共款，种什么货就收什么货。加种的就会当加收，敢会是种商业的投资？其实毋是啦吼。如果咱来用股市的投资的来看的时阵，就变成做一个内线交易啊。经文内底保罗所要强调的加收甲少收，到底是甚么款的教导，还是讲甚么款的意义？咱所看到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行动力不足，提出伊的劝勉甲提醒。伫咱昨分享的信息的中间，咱看见保罗提到着哥林多教会，因是上早决志，也上早开始行动，但是却是无法度搁接续落去，因是无心，伊若无法度来持续，根本就是会通讲是一时兴趣期安尼尔定。保罗也用马其顿教会来做例，劝勉哥林多教会信徒应该着爱甘心乐意来奉献。马其顿教会基督徒是面对着逼迫，伫这个相当困难的困境的中间，因在生活。但是因又愿意尽心尽力去关注、去支持使徒的宣教的需要，所以咱看见保罗才着安尼也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伊讲上帝袂忽略因的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以及因慷慨的心，因所管出来并无失去，颠倒是一种的正做，这种的正做是毋是为着地面上即时的报应，乃是为着将来天顶的国度、属灵的国度，来将修成积聚伫天顶。耶稣伫山上宝训了后，继续来教示大家。伊讲耶稣伫即个马太福音第6章第19节到21节，伊讲啊真清楚，讲无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地上，因为地上有虫蛀，会朽坏，也有贼来乌窟来偷。只要积
自财宝伫天顶，天顶无有通脱，嘛袂朽坏，也无贼来乌窟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，你的心也伫遐。这是伫马太福音所记载的。所以耶稣讲啊真明白啦吼，就是咱今仔日所咧思考的问题。伊讲家情的家收，并毋是一种商业的投资的行为。咱若要用商业去讲的时阵，会通讲是一种属灵的转投资。对地上的产业，因为咱甘心乐意，就投资伫天顶，因为咱回应上帝的听，所以伫天顶就积聚属天的财宝。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安尼讲着：恁知影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本来是富足，却为着恁诚做送香，叫恁因为伊的送香会通诚做富足。这个也是咧讲着属天的富有，也好那亲像咱常常咧讲着。基督徒有一位全世界上富有、上富足的老爸，就是上帝。雅各书的作者也非常反对当初时教会的态度，因真看人无起，因对待教会的信徒真无公平。富有的人，因就去甲请去坐迄个大位。卑微小可的送香人，因就要求因徛地就好。雅各写批提醒当初时的教会，无应该安尼无平等对待人，欺负送香人。保罗安尼提醒讲：我亲爱兄弟啊，请听，上帝拣是竞选世间的送香人，叫因伫信心顶悬来得到富足，互因承受所应该得到的应允。遐个听伊的人会讲吗？恁反倒当侮辱这个送香人、富有的人，敢毋是咧欺压恁吗？叫恁到公会堂去吗？因敢是亵渎恁所敬奉上帝的尊名吗？圣经讲，着听人亲像家己。伫基督徒的信仰、教会生活，咱领受着上帝的恩典、恩赐，搁较着应该爱学习。来甘心乐意奉献，并且上时咱都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慷慨，因为咱透过捐了真欢喜的一种的性命来见证，展现着咱顺服主、听人亲像家己的架势。咱用性命来见证。家己是属于主的门徒，也因为安尼来荣耀基督的性命。咱要做伙来读以赛亚书12章第2节到第6节。看上帝是拯救我的，我要倚靠伊，也无惊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，是我的诗歌。伊也要诚做救我的，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唱水。伫迄日，恁要讲，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列邦中间。讲起伊的名，已经受尊做悬。恁着唱歌学乐耶和华。因为伊所行的真正显赫，愿即个代志遍传伫天下。
锡安徛起的百姓恁着出大欢喜的声，因为以色列的圣年伫恁中间要做大。天父啊，阮感谢你，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，白白赏赐救恩互阮。主啊，你阮学习来白白来放杀的功课，才着安尼来实践听的教导，表达阮是全心全意听上帝。求主帮助阮学习甘心乐意的奉献即种的使命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